受洗當天，誰願無可指責？待下信中，掌聲響於半天，唯有輕虛指出，人要完全，又有長輩說，死得透徹。獨自一人望向親看他的犧牲，受了招待好奇，聆聽何謂主恩，他又感動人去受祝福憐憫，習慣於過去，哪知會有救恩。見證了嫁伯的神，父有雙親為了討得憐憫，拆毀屋頂大鐘，看得驚喜萬分。時候到了，悔改天國如今。是否早已沒了遺憾？他心的愛，難道你沒法感恩？何以不足？畏懼那